八姑的嘴比小亲娘的还臭。你说啥来着？啊，你再给俺说一遍啊！哎，钟瑞媳妇，哎，你就这么管教孩子的是吧？啊，你问问钟瑞他们小的时候哪个敢？俺不撕烂他的嘴！俺知道。去把你娘给俺叫来。钟瑞媳妇，哟，娘找俺啥事儿啊？这么气哼哼的。你说找你啥事儿啊？你自己做的事儿，你心里就知不道？俺做啥了？俺做啥？俺还真知不道。我到现在你还不说实话？俺问你，左，滚回去。昨儿夜里到底咋回事？啥事儿也没有啊。那好，俺去把小亲娘找来，跟你来个当面对质，看你还有啥话说。娘，哎呀，娘，你给俺放开！哎呀，娘，哎呀，俺跟你说还不成吗？哎呀，小亲娘都跟你说啥了？你问谁呢？哎呀，娘，你别走，你别走，娘。哎呀，大宝昨儿夜的回来了，俺是怕外人知道，没敢往外说。啥？俺是外人？啊，俺是他奶奶。俺知道你是他奶奶，可啥？你说，啊，娘这不都知道了吗？俺没啥可说的了。小亲娘这个快嘴的娘们儿，还敢发毒誓，说要说出去，这样的舌头烂了。俺看，真该叫他烂。哎呀，钟瑞媳妇可真有你的啊！啊，咱家自己的事儿，俺得从外人嘴里知道。你说你还有多少事儿瞒着俺？看娘说的，家里有啥事儿，俺不都是让娘拿章程啊？哎呦，亏你还有脸说呀！哎呀，用得着的时候俺是你娘了，用不着的时候扔到脑袋瓜子后边去了。俺问你，大宝回来为啥不告诉俺呢？啊，俺还是不是他奶奶？哎呀，好了娘，宝他娘不是诚心的，她也是为了大宝好。你给俺闭嘴！你给俺闭嘴！俺就知道爹得挨揍。你瞧你这个窝囊相啊，怪不得八寸说你媳妇都能骑在你脖颈子拉屎。哟，俺咋骑到钟瑞脖颈上拉屎了？他看见了？这八岁咋真能挑事呢？哼，就是，俺八姑的嘴比小亲娘的还臭。你说啥来着？啊，你再给俺说一遍啊！哎，钟瑞媳妇，哎，你就这么管教孩子的是吧？啊，你问问钟瑞他们小的时候哪个敢？俺不撕烂他的嘴！俺知道，娘都说过多少回了，娘把他们管得服服帖帖的。可是，俺还真没娘那本事。那好，那娘就今天好好的教教你，啊，哼。钟瑞，去把吴宝给俺拉出来，狠狠抽他大嘴巴子。你看他做啥？娘在这儿呢，他还能反了天了？快去！吴宝这顿打算是挨上了。放心吧，挨不上。爹呀，他不敢，娘舍不得。吴宝，你不能输人，要给娘争气，不能给娘丢脸。你这是说啥呢？不帮着把事按下去，你整天的就知道惹事，赶紧的，给你奶奶认个错，要不啊，你奶奶今天可不能算完。俺认啥错？八姑这么说俺娘就是不成。就是啊，娘跟奶奶不和，都是八姑他们挑唆的。就是八姑挑唆的。你们咋能这么说你姑啊？爹，就因为你这么窝囊，奶奶他们才敢这么欺负你。你要学着硬气点，你看看俺哥。那是俺娘，是你们的奶奶，咱是一家人，有啥欺负不欺负的啊？钟瑞，忙活啥呢？还要让娘自个儿去请啊？
瑞，给我使劲抽了大嘴巴子，看他以后还敢胡说不？咋能打脸呢？我打坏了咋办？你不打是吧？不打是不是？不打。吴宝，把裤子脱下来，让你奶奶朝屁股上打。吴宝，你想让娘在你奶奶面前丢脸是不是？你没听你奶奶说吗？你爹他们小的时候个个被你奶奶管的是服服帖帖的吗？啊？哎呦，吴宝，你几年没洗澡了？俺家照着闻着臭，别再熏着奶奶喽。你当奶奶跟你似的，奶奶不嫌弃，奶奶你就打吧。行，行，娘，你还真下得起狠心啊！这棍子打上去，这腿就打折了。哎呀，他不是你孙子，你给俺，你给俺，你给俺，俺不给，俺非得替你教训教训娘不听话的小兔崽子。娘，拿来，娘，奶奶要管教，要这管教。哎呀，好，你们有种啊！你们有种！娘，娘，俺咋没闻着臭呢？还真把你奶奶给熏着了。臭啥臭啊？俺前2天刚在河里洗的澡。娘，以后奶奶要是再敢欺负你，俺们帮着你。对，俺们帮着娘。行了，闭嘴吧。以后啊，你们要是少给娘惹点祸，娘就烧高香了。行了，快下地干活去吧。啊，干活，整天就知道下地干活。咱庄户人不干活吃啥呀？行了，听娘的，咱们走吧。走吧。吴宝，你看好你弟弟。知道了。忙你的去，娘，我先去啊。快去吧。哎。